医學按進步嘅時代，一般人做得10到80歲。醫學按進步嘅時代，一般人做得10到80歲。醫學按進步嘅時代，一般人做得10到80歲。醫學這麼進步的時代，人類的平均壽命可以活到70-80歲。醫學這麼進步的時代，人類的平均壽命可以活到70-80歲。醫學這麼進步的時代，人類的平均壽命可以活到70-80歲。副作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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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作用。各樣藥嘅可能都有副作用，多留少聽聽啦。各樣藥嘅可能都有副作用，多留少聽聽啦。各樣藥嘅可能都有副作用，多留少聽聽啦。每一種藥物可能都有副作用，或多或少而已啦。每一種藥物可能都有副作用，或多或少而已啦。每一種藥物可能都有副作用，或多或少而已啦。應審，應審，應審。答允，承諾，答允，承諾，答允，承諾。我應審我來的，下禮拜病了，愛帶佢出去搞。我應審我來的，下禮拜病了，愛帶佢出去搞。我應審我來的，下禮拜病了，愛帶佢出去搞。我答應我兒子，下次放假要帶他出去玩。我答應我兒子，下次放假要帶他出去玩。我答應我兒子，下次放假要帶他出去玩。算了，係樣嘅，你唔係記出我嗌老房佢送到康復中心去，你下嗌送去咧，你係咩冇歡喜？嗌喺那邊做唔錯咧啊！你做乜講下嗰種係被召嘅強樣啊？嗌唔係呢個意思啦。老實講哦，馮宇真嘅冇愛俾我帶演，佢老小學感情當好，嗌看哦，肯俾老佢接轉來，好唔好啊？佢本人當送去唔要佢接轉來。嗌今年因為小學嘅事情冇歡喜啦，冇按用啦。你哦，請假一陣看護好唔好？請假一陣看護律師的保證唔會出事情哈。送俾小學才是真事呢，你冇好多高遠哈。改擺嘅事情仲唔得總下怪風氣。萬個律師唔得怪人嘅保庇來嘅，但拜律師唔得怪伊。俺唔係個啥意思啊？伊係伢來嘅，小學唔係伢妹嘅哈。小學係俺妹嘅啊。哦，你唔想講？嘿，你。恭喜啊，考到駕照誒！恭喜！哦，冇安尼啦，自己下按咗，就下去。